部影片標題為東京 Vlog 中目黑推薦咖啡店10選，由 YouTube 頻道東京 Cafe 再發現所製作。這段影片主要記錄了作者在3月櫻花盛開時期，與妻子一同前往東京中目黑散步，並走訪10間特色咖啡店的過程。以下是針對影片內容的詳細介紹與分析。1. 影片內容簡介。影片以 Vlog 的形式呈現，結合了中目黑目黑川兩岸絕美的櫻花景色與當地的咖啡文化。中目黑不僅是著名的賞櫻勝地，更是東京時尚咖啡店的激戰區。影片中介紹的部分咖啡店包括 ONIBUSCOFFEE 中目黑三丁目店，這是中目黑非常具代表性的自家烘焙咖啡店。店內氛圍與鐵道並存的景致是其特色。Side Coffee Nakameguro 提供高品質的咖啡體驗。Hewitt Cafe 位於目黑川旁，透過窗戶就能欣賞櫻花，環境非常浪漫。ONIBUS Coffee Roasters 注重於烘豆工藝的展示。影片還涵蓋了抹茶專賣店、時尚早午餐與麵包店等多元選擇。2. 內容分析。視覺風格與氛圍。影片使用 Sony Alpha 7C 相機拍攝，畫質細膩且色調清新，完美捕捉了粉嫩櫻花與咖啡店內質感的對比。配樂風格悠閒，採用 Epidemic Sound 的音樂，給人一種放鬆、享受生活的療癒感。實用性高，這不只是單純的風景記錄，更是一份實用的旅遊指南。作者在資訊欄中貼心地提供了各店家的 Google Maps 連結，方便觀眾按圖索驥。主題性強，將櫻花季與咖啡巡禮結合，精準切中了想要在春天前往東京旅遊者的需求。透過10間店鋪的整理，展示了中目黑咖啡文化的多樣性，從外帶咖啡吧到可以坐下來吃早午餐的空間。3. 適合對象。計劃前往東京自助旅行的人，咖啡愛好者或喜歡造訪質感空間的朋友，單純想欣賞日本春季風景與 Vlog 影片的人。這部影片成功地將旅遊資訊與美學紀錄結合，是一部質量相當高的東京旅遊參考指南。如果你打算去中目黑散步，這部影片提供的10間清單非常有參考價值。